际新闻来关心，美国对8月初一开始要对巴西的关税是对10%提悬到50%，这是目前公布内底上悬的关税。有专家就认为讲，巴西进口去美国的咖啡，也有柳丁汁，拢一定会起价。巴西总统卢拉是表示，会阁和美国继续谈判，若是超袂好势，卖同款向美国扣50%的关税。 若是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对巴西扣50%的关税，美国的咖啡、柳丁汁的价销可能会大起。美国有1/3的咖啡加一半的柳丁汁是对巴西进口。专家讲，进口关税将会阻止巴西咖啡卖予上大人去美国。美国烘焙厂商加巴西出口商拢会挡袂牢。E brasileiros irão ter que pagar mais caro pelos produtos e de alguma forma isso tem um efeito nefasto para as duas economias. 巴西是世界上上大的咖啡加柳丁汁生产国，也因为伊的气候加土壤正适合种甘蔗，所以巴西也是全世界上大糖的生产加出口国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，虽然美国对巴西有74亿美金的贸易顺差，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吹到拜三，希望将巴西进口关税自10%提悬到50%，8月初一开始生效。根据巴西咖啡出口商委员会资料，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咖啡饮料消费国。巴西在2024年出口去美国的咖啡，一地60公斤的总共814万地，比2023年增加超过30%。不过关税调悬了，巴西出口商可能挡袂牢，出口量会变少。 Até o dia 1º de agosto, muita coisa pode acontecer. Então é bastante provável que a diplomacia de ambos os lados comecem a conversar. 川普伫咧和巴西的关税批函内面，威胁巴西将随停止对前总统波索纳罗进行审判的任务行动。巴西总统卢拉讲，美国单方面调悬关税无公平。 será colocada em prática. Se ele vai cobrar 50 de nós, nós vamos cobrar 50 dele. 美国本土生产的咖啡无多，柳丁也因为柳丁树破边产量减少，这两项产品拢是靠进口伫咧供应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